老早，我唔知你爱食啥物啦，啊，就现冰箱哦，看到啥我就煮啥，啊，唔知你食会好袂？来遮甲你教晓，我麻烦你甲我传早顿。你莫安尼讲啊，你是如玉好朋友呢，啊嘛是我的好朋友啊。来，坐啦，咱小食。试看卖。多谢了，不该。煮到袂歹，是你唔甘嫌啦。如玉吼，逐摆拢嘛讲我煮的，甲伊袂比的。啊，毋过吼，我若煎菜脯卵哦，一定拢食甲空空空啦。啊，哪食吼，搁哪嫌讲无够咸啦。啊，我拢嘛定定劝伊讲哦，莫食伤咸，安尼对腰子毋好。啊，伊也无咧听，所以哦，我拢尽量哦，无爱互煮啦。我敢若想过到话啊吼，你熟悉如玉比我较久，应该比我较了解才对啦。我食饱，我要来应酬啊。啊，你食点仔哪有够？小等下啦，我带你来去啦。你毋是在地人，路你不熟。我有脚啦，我家己会行，我捌你，无可能找无路啦。小景啊，小景，小等下啦。毋过我答应如玉要带你去呢，啊，你安尼我是要向交代。我是我的，伊是伊，我的代志无需要向伊交代。叫阿妈啦！喂，你个，别叫阿妈。石头啊！啊，你每一摆来阿妈遮，阿妈拢传上好食物件互你食，买新衫互你穿，买丸子互你耍来点点。啊，叫你叫声阿妈真领困难了啦，紧的啦，紧。阿勇啊，别甲囡仔勉强啦。哦，无法度啦，我咧逐工教啦，透早教3遍，暗时教3遍啦。啊，耳孔哦，我敢若袂需要牛力地咧，根本拢无咧插我，先教都教袂晓啦。石头。叫你叫阿妈，你叫袂出来，啊无你嘛叫一声阿爸来，互我听我卖。哦，唔正囝，唔正囝，甲恁爸结婚你写搞啦，这拢免人教啦。吼，规工咧做无停的，敢若袂出高山啊咧。教囡仔吼，太有耐心啦，爱慢慢啊教，唔通着急啦。哦。姐，喂，姐，不要乱动你那些东西啊！我记啦，喂，我去扫兴了，拢互伊算的啦，伊袂去叮当其他的物件啦。姐，小声一点啦！去边去？吼，撞我点啦！来，姐姐啦。啊，人讲吼，迄对付细汉囡仔吼，按是师傅娘你较有法度啦。我伫咧阮厝的吼，无到5分钟，阮石头就甲规间厝都冰了呢。哎呦，莲花啊，甲师傅娘了学一下，那师傅娘教囡仔吼，真正有一套来啦。你甲想看卖？咱师傅娘迄死的囡仔吼，敢会输人哟？尤其是阮阿景啊啦，行动无方便，就细汉就爱人照顾。人嘛读甲研究所啊，即摆出来咧找头路，真正无简单咯。唔知你去应老师成功了？哎呦，师傅娘啊，这你放心啦，我即摆吼是如玉因老爸介绍，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成功的啦。我希望即摆伊会成功。阿囝也真拍拼，对家己要求嘛真悬。若是互伊机会，伊会做了真好。请坐。你迟到了20分钟。包校长，
我走错路了，所以你走路来的，是。路况不熟就应该提早出门才对。来这里应征的老师对这份工作都充满了热忱与抱负，不会有人迟到的。你成绩不错，不过我见过成绩很好的人，一上了讲台就是一个不灵光的老师。所以说，成绩好并不代表表达能力就很好。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，必须要有自己的风格。我必须很现实的说，外表也是很重要的。你是李校长介绍的，他很夸奖你，跟你在自传里写的是一样的。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，但是有一个重点你没有写。就是你没有说明你自己身体的。好消息，我才打电话跟你讲。袂要紧啊，我后一阵嘛无课啊，搁等者好啊。倒转来啊！上紧，你敢有通过？可能忝啊啦，来，先休困一下，我订着你啉。休困一下，我看我唔担是要休困一下，可能是要休困一世人。上紧啊，你哪安尼讲？啊，你甲校长讲遐久是讲啥？谁甲你讲我甲伊讲话讲足久的？我甲校长讲话无超过3分钟啦，我才行路行足久的啦。你敢唔知我是小儿麻痹？我本来哦行路比普通人搁较慢啦。小景啊，讲话莫遐激动啊！我本来就我控制我家己啦，你莫调看笑话啦。我知影我早就惯死啊啦，别看到我安尼哦，根本就无想要了解我这个人啦。上紧，上紧！啊，你毋是讲要等校长甲恁后爸做好的？是啊，我唔知哪变安尼。上紧，上紧！我要转去啦。故乡是一个大都市，你若加饲几间学校，你安等去等一个我无机会，你敢知影？我要我饲，做一个老师，还有家己的风格，外表最重要，我根本就无机会，你敢知影？一开始，甲同校长讲，我是残废，我连应试机会拢无啊！你敢了解？我也准讲会器重你的能力，而且伊讲嘛报告真足深的。迄根本就无效嘛！人一看到我，我看我袂起啊！你就是讲我听你人骗，你这届害我伫个头前头都也袂起来。小姐，小姐，代志哪变到安尼啦？紧去安慰，去扛倒转来。袂记摕啊！我袂伫啊啦！这是你用这个时间写的刚好计划书，你就安尼袂伫啊？你莫安尼三心地好无啦？我代志免你管啦！咱两个是自细汉到年大的好朋友，你的代志我哪会无管呢？好朋友。心爱的，再回来，我找到欣赏你的人。找着讲会当安怎？
我来找头路，你若放你下身叫我哟。免讲啊，我看你的表情我就知影啦。上紧，你真正是我上好的朋友。对，有斗阵读册，斗阵大汉。我互人欺负的时阵，你甲我斗相共；我欢喜的时阵，咱斗阵欢喜。你是我唯一的朋友。我就是讲，咱的一世人做伙，连我阿母拢安尼想，你敢唔知影？你想要找一个当友好恁阿母的人，我知影。也毋过，婚姻对我来讲，除了互相照顾，上重要的是，我要叫我爱的人。你莫讲啊，我无想要听啦。上紧，若是我对你好，会去造成你心内负担，安尼真实的。你怪我袂要紧，也毋过，你一定要为着你的前途设想。我知影你为的是你，会当找到一份更较好的工课。你走啦！你就安尼转去，唔惊你阿母失望。你走啦！你阿母看到你安尼，是会足艰苦的。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走好无？好，这你收落，我就走。你转去啊？自细汉，伊若受到刺激，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转去厝里找伊阿母。到即阵，也是拢无变。无定着伊倒转去了后，过一阵啊，伊就会当搁重新振作起来。你想要讲啥物啊？伊去我是因为伊知你是我男朋友，我对这来讲都清楚啊，希望伊死心。也毋过伊才受刺激尔，啊！你甲讲这，安尼敢好？也毋过若是无讲，伊就一直误会，时间若愈久，伊就误会愈深，安尼毋是搁较无好？甲讲是无毋对啦，啊嘛免伊牺牲恁遮尔侪年的友情啊，对无？干啥紧啊？阿景啊，进来转来。阿景啊，阿静，阿静，阿景，啊你哪会遮尔紧就转来？哟，啊你若早早去啊，今日就倒转啊。安尼我知啦，阿景啊一定找到头路啊，赶紧要转来甲因老母讲啦，对毋对？安尼好，安尼好，恁老母若知影讲你找到头路啊，吼，一定会足欢喜啦，紧转紧转。对，我来转。好，阿景，会记会记。我好好啊，甲你庆祝一下，哎呀某，办一桌啊请你，吼。我就知哦，阿景啊，有一天一定会出头天的啦。奇怪哦，喂，秘书要洗头的人是你，不是阿景啊呢？你凭阿景较欢喜在创啥？来跟伊赌？要赌你甲伊赌啦，我是要赌啥啦？神经病啊！白前面就讲哦，什么找到头路啊啦吼，啊恁母上欢喜啦吼，大家上欢喜啦吼，上欢喜的是我阿勇啊啦。喂，亲爱的山地同胞，安怎？若像咱咧讲起啊，甲咱秘书阿景啊，无找到头路共款咧。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亲回，阿母亲回，可比母亲你亲。三姑娘，哎，我回来啦。三姑娘，阮石头乖不乖？真乖，乖就好，乖就好。哎，石头啊，乖吼。哎，啊，恁食饭饱才转去吼。当然嘛，食饭饱啦，转去啊。三姑娘，啊，毋过毋是要食你煮的哦，
因暗吼，我请大家来餐厅好好啊食一顿啊。啊是啥物代志要去餐厅食？阿景啊，阿景啊，你都还袂倒转来啊？还袂转啊？哪有可能啦？哎呀，宝我甲莲花拄着的时阵哦，阿景啊就讲想要倒转来咧。啊，你工地转来到咱遮，马上10外分的路途尔，安怎行嘛无可能，我行到这个时阵还袂倒转啊？嘿。喂，阿勇，你怎么这样说？你这样说，赛虎人会紧张的啦。什么咧紧张的啦？是我家己紧张的啦。啊，我就想阿景啊吼，找着头路啊，一定会转来甲师傅娘报告，要互师傅娘欢喜啊。我哪知影讲到这个时阵还袂倒转来啦？啊，毋煞许互你讲着，都是你啦，讲甲带衰。我说哪有？阿景啊，一定找着头路啊，赶紧要转来甲因老母讲啦，对不对？就安尼转去，唔惊你阿母失望。恁老母若知影讲你找着头路啊吼，一定会足欢喜的啦，紧转紧转哈。你阿母看到你安尼，是会足艰苦的。婚姻对我来讲，除了互相照顾，上重要的是，我要叫我爱的人。我可以说，要是事前我知道你的情况，大家就不需要浪费时间。上紧，若是我对你好，会去造成你心内负担，安尼真实的。